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就要介紹深圳地鐵5號線西延指南啦。深圳地鐵5號線西延段呢，就喺2025年12月18日通車啦。咁就新增咗湖貝、東門同大劇院3個新嘅站啦，或者轉乘站嘅。咁就呢3個站就顯示咗一個路線圖啦。咁就其中湖貝站呢，就可以暫時好似係出閘轉乘呢個2號線嗰邊嘅湖貝站嘅。兩個站都同名啦，不過好似係互不相通嘅，即係閘內唔可以直接行過去嘅。印象中係咁啦。咁東門站就係比較近呢個老街站嗰邊啦，即係東門老街嗰邊啦。如果去開深圳嗰邊，大家就知嘅啦。呢個大劇院就變成呢個3線嘅轉乘站啦。呢個就有啲嘅插圖喺上面啦，就有啲大廈啦，同埋5號線嘅好似變成呢個方塊列車嘅感覺啦。然之後就係生效日期就係2025年12月嘅。然之後打開第一版呢，就有5嘅一個線條嘅樣喺上面啦，就係5線路指南。然之後有講關於呢個5號線西延段嘅工程嘅，就係羅湖區啦。然之後係黃貝嶺到大劇院路段嘅5號線西延呢，全長呢就2.88公里啦，都係地下車站嚟嘅。設咗呢3個站啦，就係湖貝站、東門站同埋大劇院站。其中大劇院站呢係可以換成1號線同2號線嘅，係成為3線轉乘站嘅。然之後列車就用呢個6節編組 A 型車啦，線路顏色呢就係紫色嘅。5號線西延開段之後呢，就將有效呢個舒緩呢個黃貝嶺站終點站嘅一啲客流啦，大幅提升呢個5號線嘅營運效率嘅。然之後呢，就有啲服務設施啦，就講呢3個站啲電梯啊、客務中心啊、啲售票機啊，同埋洗手間啊，呢對母嬰室啊、警務室喺邊度啦。咁呢啲就唔逐一詳細講啦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停低睇睇啦。好，然後就開始新嘅車站嘅簡介啦。然之後就係大劇院站啦，第一個就大劇院站啦。咁呢度個圖嘅就見到呢個大劇院站嘅位置啦，同埋5號線、1號線同2號線嘅換乘站嘅。咁車站基調咧就以呢個黃色啦同紫色為主嘅。咁呢度應該係橙色，冇乜紫色嘅。就以呢個戲劇藝術啦作為一個主題嘅，嚟通過呢啲線條啦嚟表達呢個色彩變化啦，同埋戲劇嘅藝術啦，同埋佢多元嘅，嚟讚嘆呢個戲曲舞動嘅美啦，打造一個活力嘅節奏嘅一種旋律嘅地鐵空間啦。呢個車站咧就有6個出入口嘅，咁就臨近呢個深圳呢個路城啦，同埋深圳大劇院啦，同埋地王大廈嘅。然之後第2個站咧就係呢個東門站啦。咁東門站咧就係喺呢個地方啦，就係地下車站嚟嘅。就有呢個採用咗呢啲側邊咧就有呢啲嘅彩色嘅玻璃啦，然之後有啲線條嘅藝術嘅，然之後就好似貫穿成個空間啦。喺車站呢個站柱咧嘅上面咧就有呢啲嘅 LED 燈啦，嚟打造好似個花隊嘅感覺嘅。就用嚟營造出一種好似好夢幻嘅感覺啦。有時係湛藍啦，有時係其他顏色嘅示意明黃啦。如呢個好似燈火同埋城市嘅希望嘅。然之後最嬲尾個啦，第3個啦就係湖貝站啦。湖貝站就喺呢個位置啦，就係一樣用呢個陽光加智慧嚟做呢個車站為主題嘅。而展翅飛翔呢個展翅飛翔啦，唔知大家呢度好似翅膀咁啊，展翅飛翔設計啦，同埋加上呢個燈光嘅組合啦，嚟打造出呢個大鵬展翅嘅造型嘅。而呢種比較銅銀嘅色彩咧，而營造出一種呢個富有商業文化氣氛嘅地下空間嘅。
然之後呢度就有呢個地鐵5號線嘅全線嘅路段啦。咁啊，西延段就係黃貝嶺至到大劇院呢一段嘅。咁啊，全線呢就應該有好似係37個站嘅。然之後最後面咧就有呢個深圳地鐵嗰邊嘅吉祥物啦，我唔知佢叫咩名啦。然之後同埋呢個5作一個首尾呼應嘅。然之後後面就深圳地鐵啦，咁啊成個紫色嘅。然之後有啲二維碼去關注佢哋嘅，同埋獲得更多資訊嘅。好啦，所以今日就嚟介紹呢個5號線西延嘅指南咧，就到此完畢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